歡迎大家返嚟 AMWG 啊！如果係講勞力士嘅舊裝 GMT Master， 大家會揀可樂定係百事呢？當然啦，小朋友先會選擇嘅，但係有時錶呢係買唔晒嘅。如果真係要二選一嘅話呢，我會選擇可樂嘅。主要原因就係百事呢實在太多期啦，同埋一直都有生產緊，甚至去到而家呢都仲可以買到百事嘅勞力士噶嘛。但係舊裝嘅百事呢，玩法同埋款式呢實在係太多啦。雖然睇落去係差唔多啦，但係好多 detail 位呢係唔同嘅。所以我哋今集呢會着重講一講勞力士嘅可樂 GMT。喺1983年，勞力士推出咗 GMT Master 2嘅型號16760，而當時 GMT Master 2同 GMT Master 1呢同一時間仲有生產緊嘅。咁第一代嘅 GMT Master 呢，就1990年代尾呢就停產嘅。繼而就俾呢個 GMT Master 2咧去代替啦。而初時係 GMT Master 2用嘅機芯咧係叫做3085，而呢個機芯咧可以獨立調校時針啦，配上呢個 GMT 外圈咧可以追蹤到3個時區。而當其時呢個3085機芯咧係比較偏厚嘅，咁所以喺呢個可樂圈16760型號上面咧就被人叫咗做 Fat Lady。更要一提嘅咧，呢一款16760型號咧係第一款配有藍寶石水晶、白金指針同埋刻度嘅 GMT 型號。大家都知道勞力士嘅型號咧係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嘅錶面啦或者顏色嘅圈嘅，但係呢一款16760咧係淨係用咗可樂圈嘅啫。咁呢隻 Fat Lady 16760咧只係生產咗5年左右咧就停產咗啦，就喺1988年咧就正式停產，然之後俾另一個型號代替，叫做16710。而呢一個 GMT 型號咧，同時都配有可樂圈嘅款式，並且用咗新嘅機芯3185啦。咁呢個機芯咧係比較偏薄嘅，所以對比起上一代嘅16760咧，整隻手錶咧都會係偏薄咗啦。而16710呢款型號咧，生產嘅時間咧大約係有15年嘅。除咗紅黑嘅可樂圈之外咧，仲有紅藍啦，同埋全黑嘅錶圈嘅。所以如果要購買16710呢款型號嘅咧，就小心啲睇一睇個圈咧係咪原裝圈啦。而喺1989年至到1997年咧，係用咗 T25 嘅面嘅。而喺1998年至到2000年左右咧，係開始轉換咗 Swiss 面，直至到2000年後啦，就採用咗呢個 Swiss Made 面啦。呢3個面主要都係關於佢嘅夜光嘅材質。咁第日咧，我哋會出一條片去講解嘅。嚟到2000年啦，咁咧錶帶咧就改用咗實心嘅錶帶啦。到咗2003年啦，咁藍寶石水晶面上面咧就鐳射咗勞力士嘅皇冠標誌，而且更加取消咗喺錶耳位嘅生耳窿啊。所以咧簡單啲嚟講，如果你對勞力士 GMT 係有研究嘅話咧，百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但係如果你想安心啲買到一隻舊裝嘅 GMT 勞力士咧，相信16760咧係非常之穩陣同埋好好嘅選擇嚟嘅。正如頭先所講啦，16760咧係只有一個期數嘅啫，咁同埋佢嘅圈咧係只有可樂圈，所以就唔會咁容易俾人積木啦。仲有幾日勞力士就會推出新款手錶啦，咁我哋都會預測到勞力士今年咧係會出一隻黑紅圈嘅 GMT， 而今年咧更係勞力士 GMT Master 嘅70週年啦。所以未擁有勞力士 GMT 手錶嘅朋友咧，會唔會今年考慮一隻呢？歡迎大家 join 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入嚟分享下你對手錶嘅意見同埋交流啦。今日咧我哋就分享住咁多先，我哋下一集再見啦。